斯里蘭卡曾經喺2019年被孤獨星球評為最佳旅遊國家，但係之後喺政治、經濟同埋疫情嘅影響之下，喺2022年宣布破產。係經過咗3年時間，當地到底又有咩變化呢？咪住先，我啲片唔應該係咁樣開頭喎。咁早排又聽翻我阿爸講啦，話佢後生嗰陣時嚟過斯里蘭卡公幹2-3個月，話當年覺得啲景都幾靚嘅。咁同我媽結婚嗰陣咧，仲提議過嚟呢度度蜜月添。咁但係之後我阿媽就話要去夏威夷，咁所以就冇嚟到斯里蘭卡呢度啦。咁啱咧又想自己去一個未去過嘅國家旅行，作為呢個離職後100件事入邊嘅第3件事啊，所以就揀咗呢度啦。咁喺當地時間夜晚12點幾，飛機就降落咗喺 Colombo 嘅國際機場。唱完錢同埋買咗 SIM 卡之後咧，就喺機場等到朝早。咁中間見到我都買咗個包食嘅，咁至於嗰啲味道就都相當唔錯啦嚇，適合一眾愛狗人士買俾佢哋嘅愛犬食用。等到朝早就 call 車出發去利金堡，喺 hostel 擺低咗啲行李就出去行下。咁我爸過嚟公幹嗰時咧，就係住喺利金堡。佢話住嘅地方一望出去就係一望無際嘅印度洋。咁我估同而家個景應該都差唔多啩。咁就嚟個 room tour 先啦。咁一開始咧，門口入嚟啦，咁跟住咧就係個廚房咁樣啦，有微波爐啊、洗衣機啊咁樣啦。咁之後咧就到個廳啦。然後望出邊露台，對正個利金堡沙灘。之後咧就到個睡房啦，咁衣櫃啦、窗啦，咁咧去咗另一個露台嘅，咁都係望出去，但係就冇沙灘嗰個景啦。跟住有鏡啦，有張書台咁樣嘅。之後最後就到個廁所啦，廁所幾好啊，我幾滿意啊，因為乾淨啊嘛。係啊，最緊要就係乾淨啊，我嚟講就係。雖然佛教徒佔斯里蘭卡人口大約70%啦，但喺利金堡呢個地方咧，天主教徒反而係佔大多數，所以利金堡面就有好多大大小小嘅教堂同埋相關嘅雕像。我仲去咗呢個魚市場，咁其實就冇咩特別嘅，同埋好大陣魚腥味。不過呢個都係利金堡嘅出名景點之一，所以就過埋嚟睇下咁樣啦。因為第一晚冇瞓過啦，然後聽日要搭
巴士趕路，所以今晚決定食好少少，叫咗個海鮮拼盤同埋炸香蕉，食飽啲，聽日辛苦趕路。次階段ブッダ